伫咧新竹市有一个3个月大婴仔，伊伫咧顾婴中心，真有可能是这灵母无细力，甲烧水车倒，害婴仔去烫着伤，规身躯超过50%以上的2度烧烫伤，还佫伫咧加护病房治疗。家属要求讲要调监视器来看，毋过业者说讲这监视器歹去啊，家属正想去报警察，要甲这业者告。目前这新竹市社会处已经介入调查了。规身躯红记肌瘤皮，包括阿妈棍、胸孔及只偏双手甲只骹拢有大面积烧烫伤。互爸母真毋甘，将相片抛上网，因为3个月大的查甫婴仔12月15，伫新竹某一间托婴中心互滚水烫伤，送医了后发现规身躯超过50%二度烧烫伤，目前还伫南口中家加护病房治疗。托婴中心讲是人员泡牛奶车倒烧水，才造成受伤。老师就在配置这2位双胞胎的奶的过程中。不小心热水滑落，就洒在孩子的身上了。我们紧急处理，就是把孩子抱到我们的澡盆去泡饮用的凉水，泡了20-30分钟以上。虽然托婴中心表示愿意负担查甫婴仔医疗费用，也毋过当家属想要调阅监视器画面，托婴中心说实讲监视器故障，家属不办报警，佮对托育人员提出伤害告诉。新竹市社会处协部已经介入调查，警方也已经将监视器主机先查考。社会处针对此事件已经介入调查，并提供家长相关的协助。后续呢会调阅监视器的画面来厘清现场状况。社会处表示，若托婴中心托育人员确实有疏失，会以违反儿少法处新台票3万以上60万以下罚款。若情节严重，会命令因停办佮公布机构名称甲负责人的名。卫福部也表示，透过分段要求托婴中心存档监视器影像确实有必要。伫这类不当照顾事件发生的时，会当协助地方政府调查，真紧厘清事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